咱今年咱来看，吼，甲咱家己出现影片当中。好，来，我们后一个下一个那个回顾影片吼。这是咱的儿童读经班、青少年班咱的集结活动吼，啊，有点心吼。儿童读经班呢是伫咱的每一礼拜五的啊，吼，咱的厝内面有迄种的高中以下囡仔拢会当倒咧来读经咯吼。每礼拜五的啊7点半到9点，伫咱爱上的第2楼。来，读经班的小朋友，看看你有没有在里面哦。新妇祖囝，咱的搁咱的孙，其实咱来鼓励因来上读经班是做好的，毋是咱囡仔咧成长，咱的大人厝内面，咱的第2代、第3代拢会晓知影讲，啥物叫做忠孝节义，咱就是教因遮的道理。一个家是代代精神，是脉脉亲情的相传。一间厝就是一个咱世代的相传，咱要传啥物予咱的囝儿是谁？咱各位亲戚，咱来好好啊，继续去甲上这件代志。今世的心愿是一份血浓于水的爱，共存共荣，共存共荣。咱甲咱的祖先，即仔敢阁有兄妹相恋，咱阁感觉会去感恩因，知影因即摆伫倒位，因是啥？因啥是咱的阿公阿嬷，咱的阿祖，咱敢阁有看到一条感恩伊的心。过去伊一暝一暝，甲咱牵了即摆伫咱的手的，各位亲戚，咱请。
敢搁会去感受到过去因对咱即份请仰教导的温情。是大人。 为虾米叫做是大人？因为有法度通教后一世人的囡仔、囝孙，咱即马拢要做遮个代志。咱要传啥物，互咱了一代，刀就是上好的代表。咱心中有刀，咱就有法度做出甜的标杆，咱就袂去做出粗岔题的代志。因为心中有刀，咱的甜就留落出来。 德在日常流露在家里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生命，咱的囝儿熟悉，绝对永永远远拢会感觉到这点的情，甚至抱着这点的心，继续伫人世间好好来甲传承落去。 无一个人会当永远伫即个世间来生存，无去路无死的人，但是有一种无死的精神叫做菩萨。菩萨会当将伊的精神不断来流传伫世间。各位前贤，咱就是爱成为迄个菩萨，互咱的顶一代，互咱的后一代，顶一代以咱来骄傲，后一代以咱为精神标杆。 永远来甲奉行落去，精神袂死，因为精神是菩萨，永远的爱。看你厝内面的人是一尊佛，你嘛是一尊佛。你看你的顶悬下底厝边头尾边下做边正面拢是佛，你绝对是一尊圆满的佛。因为有些是袂改变的，咱要安怎了解倒来咱的自性分。 会当发讲，反正这是咱一世人爱把握当下所去学习的好题。